他就坐着就好了，他干嘛蹲？你可以找一张在读书的照片，为什么要没有穿衣服的我一？直被他那个给搞混。欢迎3位来到我们夯议板上收的节目。那今天一样邀请3位来猜我们的客语字啦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泰卡轰，哎嘿，黄豪平，我是喜剧贵公子，掌声加尖叫！喜剧别说自己讲的嘴软了。开卡吼，我是丹尼表姐，总销夫型，然后就中小夫型，把捷运站站名背出来，总增尽量捧的。对，这几个是我们唯一会的。来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1.2米，我是法国人，我是不小心在法国投胎的台湾人。哇，真的耶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你是什么样的人？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會本大家可以同客家時，本裏邊通可能幾個用法律意思，並從一題出第一款，到底馬上就係基本一個行業愛最熟呢。进入我们的第一题来猜题。来哦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？第一，性体很会做。你完全没有委婉，你只是把它慢慢的讲了出来，很萌的意思啊！我们的观众应该是成年人吧？那我写优雅一点好了。我来一个比较跳痛的，我才节省啦，事情都兴起来了，我觉得是房事很强，房事很强我就是直翻暴力，我想不出来，我很强壮啊，强壮不是？强壮，强壮。有人擦边球吗？好，我真的，哦哟 MBTI 16型人格，通常这个会拿来测验什么？测验个性吧测，验人格。个性。因为就像那个台语会讲说，李介良就性格，他用性格这个比较中性的字，但是在形容这个人很有个性。很有想法。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那你俩蛮类似的。好，恭喜我们表姐答对。是个性而已只是个性嘛，对，它就是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脾气。对，那海陆腔的话是性题。性题，那我们进入第2题。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，会不会就是笨蛋，但笨蛋就是笨蛋，我比较文雅啦，哈，笨拙的人。很文雅。我们等最文雅的人喜欢。主要是“蛋”这个笨蛋的感觉的话，感觉客语没有“蛋”这样子没有蛋这的个字讲法。，对。居然他猜不出来。目前我猜不出写个问来，等一下我们来。揭晓，有很多执照，这是各种证件，各种那种技术是技术，很多技术，有蛋糕的，有厨师的，对，才能多才多艺。人格分裂。人格分裂。人格分裂，人格分裂哪有分裂？它就只是很多技能而已。我们这一题的话，其实是表姐离我们的答案是最相近的，就是指一个人的本事跟一个人的本领。对，那如果是海陆腔的话是本电。笨蛋，今天看看大家的本电多好，能猜对几个客语字？好，看大家本事怎么样。看看大家的本领怎么样？哦，懂。进入第3题喽。第3题，好，来吧。沙猛鲑鱼，我觉得是这样。萨猛，如果他用真沙丢，凶狠。凶狠。那我们看一下提示物。哇，提示了，又有奇怪的图。这好像是那个日本他们有一个不知道消防员还是什么，他们出了一系列很好笑的图。这张图可以代表一切。是形容词，形容词那就是我来试一下。正向的。你好像是对的因为。他又看书，然后又应该是对啊。其实这个的意思是指说努力，很努力、很勤奋。这哪有？他就坐着就好了，他干嘛蹲？你可以找一张在读书的照片，为什么要没有穿衣服的我一直？被他那个给搞混。那用功就努力的意思啊，他很努力你努力读书，对你用功读书啊。海陆腔的话是散漫。散漫。进入最后一题喽。来吧，来哦最后一题，来，猥亵死一个猥亵到不行的人。我猜到了，拖腮雷的人。哎呦，我也是拖油瓶的类似。这冒失鬼啊。冒失鬼。冒失鬼。没有人是答对的。男的接近也没有，这个大哦巨大哦。溜冰鞋，猥亵死跟溜冰鞋有关系？
我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那就是拉风。我是临阵脱逃的人。哎呦，哦，好，恭喜我们这一题是我们的表姐。居然答案最相近，它是没错，就是形容遇到事情会跑得很快的。刚好哦，对，中啊，没错，那我们先来练一下，这怎么念呢？妹下时，妹下时。汉语开就是点熟熟，你上爱讲尾序录录，天出爱看汉语版上熟汉语版上熟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认识自家係人生嘅功課，因為春餐歌唔係愛教大家用乜嘅經驗冥想調戲打錯來認識自家，而係用冇強樣嘅方式，因為愛講嘅客家話。做得半年，認識自家；未做得半年，認識朋友。係，來，係講半年門道，你係哪種概念啊？因為教嘅客家話，你是用得到咧。第一隻，形體，個形體啊，是個性、脾氣嘅意思。係一種美學白讓人一概念一隻形啊，冇講有兩概念係形體完全強弱嘅，冇。從愛形體吼是相當嘅溫和，但唔是白壓。什麼講哦？多事情要學會念到聽啦。春餐線上拍攝挑選冇錄到，來衝挑來個。乜嘅？咁咩東西我嘅？一啲好乜嘅衝挑來個，衝挑呢？哎我傻咗的啊！簡白本機衝來，個將條燒咗人60號啦，喺乜嘅係面結尾來，細馬銀慳啊，強慳咧，肯定有。形體，除了做啲概念嚟形體來認識嘅概念啊，老人提一擺見面嚟時點，體上啲嘅，係記住乜嘅本等是講你嚟吹條你嚟能力啊，你嚟本事。我來錯一句，比如講，佢當有本等，你有乜個問題嗬？你是簽機啦，兩下班讓你改建啦，嘿，佢有吹條按到有本等，個電腦冇吹條咧，嘿，佢是按到冇本等，係樣講呢啲咧嗬，嘿嘿，本等。個係上你上來做一個有本等嘅人啊，你天出來10萬大病，講個成功，10萬嘅意思是講當努力、當地上進嘅意思。10萬後背啊，書上會加一隻大病，啊10萬大病，該條人啊，書上用啲10萬大病來講，按到客家人啊，因為客家人做起啊，個生活好艱苦啊，所以相當10萬大病，全家都全部自家生活啦，過好自然掉啦。10萬每小時要解畫面冇？嘿，奧利都咧，我夾去偏數，嗰段整動夾啊！每小時嘅意思啊，係講你上來夾離開，必下唔出一塊讓嘅啦，啊到每小時，比如講，該責任吼，日時唔得啦，點擺多到問題啊，其實每小時就睇佢啦。你每小時候唔單強做，拿來講人，未做得用啲動物嚟信號哦。你像該跳鳥嘅嗬，天天行人過來啊，順條狗日排嘅行業下哦，夾做到每小時啦，每小時。來了，每小時上來了。有時候形體要修煉到好，很多事情就能夠放下。就像我今天聽到吉良碧有這麼多的中文造詣，我也是要壓住自己的形體，一直都要講他。兩位，真的今天參加這個節目，有發現客家話是很棒的一個語言，所以你們以後不要再每小時，就是要用功讀，好不好？用功學客家話，好不好？用功學台，用功讀書。遇到客家人、客家人的時候，不能夠未下棋。好，我們倆順便被罵一頓這樣。本等，我覺得呢，一粒米呢，身為一個法國人，但是呢，他搶了很多台灣主持人的工作，很有本等，真的太厲害了，真的太厲害了。